香港殘奧會獲得支持嘅，可以免費往返倫敦參加今屆嘅殘奧會。喺北京殘奧會攞咗200米金牌，香港代表蘇華偉就希望今屆可以喺100米突破上屆嘅成績。由實習記者林佩文報導。蘇華偉自1996年起參加咗4次殘奧會，曾經贏過6金嘅佳績，但喺上屆北京殘奧會未能喺自己國家奪得100米跑金牌，始終耿耿於懷。100同200都係主力咯，但係都希望係100攞翻個都希望我喺咪100攞翻個名次咯，嗰就係啊，因為希望超越到上屆咯。200米方面，因為始終都係魚仔長岸咧，咁應該覺得冇問題咧。香港代表團喺2012倫敦殘奧會獲得支持，免費往返倫敦參賽。而為咗鼓勵運動員取得好成績，喺今屆倫敦殘奧會攞得金牌嘅選手，更將會獲得1年免費機票。亞洲電視記者林佩文報導。倫敦奧運8月中結束之後，殘疾人奧運緊接上演，將會第5次出戰嘅蘇華偉期望重奪失落2屆嘅100米金牌。都希望我喺咪100攞翻個名次咯，嗰就係啊，因為希望超越到上屆咯。200米方面，因為始終都係魚仔長岸咧，咁應該覺得冇問題咧。蘇華偉上屆100米攞銅牌，200米就攞金。佢憑住世錦賽冠軍嘅成績，早肯定直入今屆嘅奧運㗎啦。而代表團名單呢就會喺24號公佈。另外，今屆將會係繼2000年再次加入智障項目㗎。開幕禮喺8月29號舉行。